有几样大爷？一共132个样。大爷家里没东西了吧？没有没有，都拿了。好，那我滚了。你怎么上来了？不上回去是吧？来，进来。出发了。好，出。可以走了，大爷该样。好的。妈。巴里斯，里面丢了3个羊，把它赶过来。好，不能丢羊。快去！大爷，那个羊的腿不行了，它走不动，把我带上吧。好。担心。可以了，出。走走。叶哥，你看羊也累了，我也累了，要不在这休息吧？今天你累了吗？那休息吧，今天这里。你不说的话，我们还做2-3个小时。大爷，别赶羊了，把羊集合一下，我们休息。好。穿盖子，火不能烧的点。好。哥，还等多久？太想吃了。还等半个小时。大爷，来吃饭了。来，娃儿，这个羊腿能不能吃？能吃能吃耶。熟了没有？熟了熟了。肉熟的怎么样，大爷？太好嘞！围着围着。喂，香了这个。
哇，给我倒一袋汤好来。瓦里斯，你也喝多一点汤，晚上不能在这里睡觉。来，大爷，来，我穿的话不会冷。虽然在草原上只吃了一顿饭，也挺有意思，也很舒服，哥哥。你快乐就好，弟弟。回家了给你做一天3顿饭吃。我没听说吧，大西一天做3顿饭吗？真的？真的，有空你也来，咱们3个好好吃饭。好啊。哎